39岁的女星陈乔恩出道多年，演过许多知名戏剧《王子变青蛙》《命中注定我爱你》等。近年来演艺重心移往大陆，睽违2年后再度推出新作品《独孤皇后》，近日也都为此忙着宣传。不过，她今天16日晒出美腿过敏照，让不少粉丝心疼不已。陈乔恩今天在微博贴出大腿过敏的照片，只见白皙的大腿布满红疹，让人看得触目惊心。她也指出自己只要冬天气温一降低，皮肤就会出现奇痒无比的红疹，且冒出来越多就越痒，越痒越抓，越抓就越严重。看说谁懂过敏体质的辛酸，让不少粉丝相当心疼，更叮咛他不要再抓破皮，赶紧就医治疗才好。而陈乔恩虽快40岁，却保养得宜，脸蛋上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。过年前还染了新发色，剪了新发型，日前一身丹宁风格现身机场，素颜躲在助理后面，还不时用手遮脸，但白皙光滑的皮肤和冻龄的面容，让不少粉丝惊艳不已，直呼不敢相信。